內湖女童命案引發社會關注。13號，屋企人為小燈泡舉辦告別式，佢嘅母親希望個女嘅事件能夠影響社會，推向良善發展。不過呢一起隨機殺人案引起好多民眾嘅憤慨，有立委打算修法，將殺害12歲以下幼童嘅刑責加重到死刑同無期徒刑。會場佈置得可愛溫馨，仲擺放咗好多小熊維尼嘅畫作。上個月喺街頭被隨機殺害嘅4歲女童小燈泡，屋企人為佢舉辦告別式，場面相當哀戚。小燈泡嘅父母含淚出面感謝，亦都希望個女嘅事件影響社會，令到大眾都能夠更有同理心。小燈泡嘅母親喺臉書透露心情，好希望佢能夠長大，多希望呢個係佢嘅婚禮，令人鼻酸。隨機殺人案引發好多民眾慨憤，有立委打算修法，將殺害12歲以下幼童嘅刑責加重到死刑同無期徒刑，甚至不得假釋。13號首度召開公聽會，有專家認為加重刑責有必要性，但係同時要注意量刑嘅比例原則。但有學者就認為咁樣修法冇實質意義，法官嘅審判效率先至係關鍵。亦都有法界人士提出，終身不得假釋嘅條文等於終身監禁，後續可能會衍生獄政管理嘅問題。究竟應唔應該以特定年齡被害人進行修法？仍舊正反意見兩極。